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一，诗篇81篇10安尼讲：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我要带恁对埃及地上来，恁的喙就大开，我就予恁巴掌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得到巴掌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石盘，你是阮的关台，阮倚靠你，就袂摇动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气力，是阮的诗歌。你也真做拯救阮的。主啊，求你救阮脱离阮的对敌，安置阮伫悬的所在，得到脱离遐会起来攻击阮的人。主啊，阮虽然行伫患难中，你的话要将阮救我。主啊，阮求救的时，愿你听阮。主啊，阮是困苦丧乡的，你要阁笑脸阮。主啊，你是帮助阮的，拯救阮的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。你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地。主啊，阮要将喙大开，你就要互阮得到巴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